欢迎乡亲继续收看《华视台语新闻杂志》。土登视野，前进国际。这几年来，德国将做未少台湾青年寻求挑战的城市。过去这4年来，到德国的大学读册台湾学生，为1000人增加到1800人，增加的幅度高达8成。而德国的首都柏林，台湾青年上关心的议题就是税厝。本来这个柏林的厝税真便宜，所以吸引真侪外来的人口。但是这几年来，厝税一直起，后面总是真怨气。所以2019年的6月，柏林政府祭出着新政策，就是厝税冻起5年。这个政策，让柏林的本地人甲住伫这个城市的外地人拢讲赞。华视新闻团队前进德国实地观察。行入这间伫柏林市中心的公寓，虽受到厝主热情欢迎，为饭桌、家具安怎摆到册架顶面的相片，40几平方公尺，2房2套唯一设备一厅的空间，感受到厝主真用心的布置。那这边的话，我们有一个台北的画，就是我们2个都还蛮喜欢亚洲。28岁张嘉如今年前到德国读硕士，目前已经伫柏林上班3年半。5月份，甲男朋友阮搬到这栋多6层的大楼，为他们看出去对面的工地游玩的时间。趣味是，这大楼就伫个较早柏林围墙之间的死亡区。搁向倒面看，村的围墙就踩伫个草坡顶。我们算是蛮快就决定说 ，OK， 那我们要订，因为我们也蛮怕，就是想要的房子就是被别人租走。假如个阮真好运，看到这间公寓了，赶紧申请，冇成功做到。甲几年前都毕业的时比较起来，皆真顺利。就是蛮多房东，他们甚至要求说，不止你要会说德语，是你要有德国护照，因为到时候如果房子出问题的话，他们可以绝对找得到人。如果在竞争同一个房子的话，完全就是比较每一个人的收入。假如是行销部门的经理，阮是技师，因以1600块的欧元，差不多是48000块的代票，合作这间新公寓甲停车位，差不多占2人薪水的3成左右。我觉得在这边其实只要工作两三年后，其实就可以用大概1/3的薪水负担一个还不错的房子，就是可以住得蛮舒服的房子。这是我跟在台北工作的朋友比较起来，我觉得可能这个花的时间是比较短的。It's crazy. And we have just been living here now for a little bit more than a month, and this is already our folder. 伫柏林出世大汉的阮，伊摕出真侪文件，以无共款类型，用档案夹甲做分类。德国法规真严，任何代志讲究证据，所以讲德国人的厝内会将这水电费用的账单、各种的单据拢总甲留落来。银行开户还是租厝的时，这资料拢用会到。伫注重稳水的德国，厝头囡仔要求看薪水条啊，煞变成真平常的代志。第一次听到这个要求会觉得很夸张，但是当大家都要抢一个房子的时候，别人拿得出来，你也要拿得出来。找厝袂输你找头路，都要提出完美的履历，甲真侪厝卡竞争。问题就出伫个柏林边界的厝无够租，背后有更较深层的历史因素。冷战时期，当柏林较散，厝税较低。德国统一了后，柏林较俗的厝税以及健全的租厝的保障，吸引学生甲艺术家搬来遮住，和柏林变成租厝的天堂。85%的居民拢是租厝的，因为对德国人来讲，租厝比贷款买厝风险更较低。When you're renting, there's a lot of protection that you benefit from. Renovations on the house will be paid by the landowner. 甲其他国家比较起来，德国经济表现未歹，工作机会增加。过去10年，当年拢有4万人进入柏林，不过起厝的脚步永远对不着人口成长速度，加上投资客来遮炒房地产，和这个厝税乌袂起。
今年4月，愤怒的柏林人上街路抗议厝税起伤雄，要求将大型房产集团20万户的厝充公。这款场景最近几年来不断的发生。柏林市政府在6月中宣布，柏林的厝税5年未使起，2020年1月份正式生效，适用在柏林现有150万户的房屋。Für 5 Jahre nicht erhöht werden. Auf Antrag von Mieterinnen und Mietern ist eine Überprüfung der Miete auf Mietpreisüberhöhung möglich und es soll auch die Möglichkeit einer Absenkung. 依照德国房地产网站的数字，2008年到2018年之间，柏林每平方公尺的租金为5.6欧元，差不多是新台币196块；起到11.4欧元，差不多是新台币399块；起100%，是全国上悬的。柏林宣布厝税未使起，引起注意，因为其他都市面临同款的问题。提出动作的社会民主党嘛，计划在其他都市推出类似的法案。不过，德国总理梅克尔认为讲，安尼做会降低竞争力，加起厝才是根本之道。I think the government has been under a lot of pressure lately because there's a lot of major corporations that are buying a lot of properties in Germany and they are dictating the rental prices. But a lot of people are unhappy still because it doesn't solve any of the major problems that we have. 在厝无够的情形下，就加入较软，无囡仔无宠物，收入稳定，德语过会通，这是厝头家上爱厝卡。要不你若毋是这款的族群，那呢，伫找厝的时就会吃亏。同款台湾企业5倍稳，税厝的时就无遐顺利。因为租屋市场就那样，然后但是需求者很多，然后所以通常就是房子一释出的话，马上就会被抢走了。然后有时候像是你去看一些开放的，大概现场大概会有将近80几人左右。正伫柏林读研究所的5倍稳，甲来自汉诺威的男朋友。做税一房2厅一个唯一设备的公寓，一个月包括水电费用745欧元，差不多是新台币26000几块。因为以后阁是学生，无上班的收入，税厝唔来提供存款的证明，就要阁请伊男朋友的老母做伊的保证人。要不就算税厝竞争遮激烈，柏林的厝税甲慕尼黑、法兰克福等等都市比较起来，依然算俗的。这嘛是国际首都内面厝税相对较低。更加因为有来自外来人口，柏林变成一个充满艺术气氛、充满各种机会甲包容性的都市。来自美国纽泽西的台湾青年李杰仪，无发票到纽约，颠倒是当前到德国去食头路。6月份搬到柏林，2礼拜来看30间厝，多伫记者的采访前签好作用。大家都说美国梦，其实美国梦已经不存在。现在美国其实算是一个负债社会，应该说欧洲人整个跟美国人比起来的话，欧洲是比较注重人道，德国福利什么我都觉得蛮不错的，跟美国比较起来是好很多。家己变成是一批搬到柏林的青年，加入培稳这台湾青年同款，打拼伫德国徛在骹步，伫这座我被分做东西2边的都市，找找属于因的柏林梦。